开尾韵母，就是讲话的时阵，声音为咱的喙孔送出去。基本母音、片化母音、后塞音、后塞片音，这四种拢是开尾韵母。啊、i、u、e、o， 啊、i、u、e、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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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种无同种的发音。闭尾韵母就是讲话的时阵，声音无到喙孔送出去，为哪送？为鼻孔，变成片音，就是韵尾 m、n、ng 甲 p、t、k， 这是台语才有的韵尾韵母，华语无，咱需要特别注意学习。国家语言法已经公布，华语、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拢是国语，拢是国家语言。韵尾 m、n、ng 会造成声音闭塞伫喙内底，该换做鼻孔发声。韵尾 p、t、k 会造成声音闭塞，声尾无声，是韵尾 m、n、ng 鼻孔闭塞造成。会使讲 m、n、ng 的韵尾是有声的，为鼻孔发出来。啊 p、t、k 虽然想要为鼻孔发出来，但是闭塞，像啊尾仔音像啊无声。片音韵尾韵母 am、an、ang、yam、yang、wan、汪、en、ing、im、in、un、om、ong、用，是基本母音后壁加 m、加 n、加 ng， 片音韵尾符号。